中国文旅部进前宣布会开放福建和上海民众组团来到台湾旅游。行政院今仔日也举办头一场的观光产业咨询会。台北市政府也已经甲这6委会申请上海的赏灯团来到台湾。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讲，若准有确定，随时会甲大家报告。迎接特别到的元宵灯会，台北灯节陆续动工，为民众提出几手先记录，有外国旅客看到主灯有无共的反应。Bit ugly, but that's fine. At least it's colourful. It's colourful and 外国旅客感觉新奇，同时间是中国文旅部进前宣布，会解禁福建甲上海两地团客来台旅游，传出台北市政府要邀请上海赏灯团来台。上海旅游团开放来台，我想是去年我们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成果之一，我们正面看待。相关资料有申请了吗？谢谢。只要有确定，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市长蒋万安强调，只要对观光产业有帮助，会当带动商机，促进消费，拢乐见其成。观团局表示，目前已经向6委会提交申请，强调时顺往来邀请上海市参展台北灯节，业者早已经准备好势。日行政院头一场观光产业咨询会议登场，观光署长带以及主管参加，邀请相关学界献策，其中上方关注的就是两岸交流交往加旅游安全。旅行业的部分，也希望就是说，对方既然释出善意，那我们也尽快的打铁趁热，把我们的禁团令，还有橙色警戒，也在这个议题上把它解除。在国安考量底下，这个我们都可以认同政府的想法啦。但是我想，不要把政治跟民间交流把它扯在一起，因为事实上经济的部分。如果客机增加，应该经济就要减少。我想这个也是把这个议题，就是也让我们的陆方来想一下。与会旅行商业工会专联会理事长肯定行政院和观光业将心内话讲出来，也毋过也佫表示，两岸交流的受益者是各行各业，透过旅游交往，才袂互相有误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